而家係我微微煮食時間。今次我整嘅係蛋搭個沙律，材料有雞蛋6隻、菠蘿4片、肚6件、粟米粒1罐、蛋黃醬適量。我哋首先將啲菠蘿、肚切粒，粟米粒去水，隔水。菠蘿同埋肚我哋都要隔乾淨啲水，隔乾淨啲水之後，我哋先烚雞蛋，因為烚完雞蛋要浸凍水，浸完凍水之後我哋要切片，切完片我哋備用。嗰啲雜果我哋隔完水之後拌入蛋黃醬，拌入蛋黃醬之後，佢個狀態呢就會係咁樣噶啦，拌攪均勻。咁我哋拌攪均勻啲沙律嘅時候呢，就鋪上雞蛋片，鋪上雞蛋片之後，我哋就蓋上鑊煲嗰個碗蓋，放入雪櫃雪凍。第二日就有一個冰冰涼涼夏天嘅好食品噶啦，大家試下夏天幾好噶，涼涼快快。